地人在地前来看南投国实乡的中福实验小学，发展到台湾偏乡特色的小学，特别邀请到日本的阿武亚中学、甲高雄的日侨国小的学生来参观。 经过3天2暝，台湾偏乡特色小学国际甲创新计划课程，学生去参访921地动公园，体验爬树啊、空中水降等等探索的教育，或者学生囡仔学到无共款的文化甲特色的课程。一些听不懂的话，会有翻译来翻译。比方说什么你听得懂？就是一些谢谢啊、不好意思那一些的。其实最想要让他收获的是说体验到大自然，因为我们一般都是在都市生活嘛。那我们这群孩子们很少有机会说来到这种很像游乐园一样的学校。南投县政府教育处表示讲，中福实验国小在计划中扮演重要的角色，和偏乡小学成为推动地方创新中心，进一步协助提升偏乡整体竞争力，创新社区产业活化经济和偏乡永续的发展。 Hello， 我是雷亚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